路上只小人眼求眼病被出嘅时节，阿爸讲我同我哋去路上。第下春台湾路上嘅创所有动作，我哋共下讨论动作牌。最尾先天一则的板山派交通寒酸里片，仲有融融太熟嘅路上题。一想到总算做得谦虚，挑剔都市嘅吵闹，挑剔课本嘅词材，做得到台词间接群嘅好机会。我是开始期待接受善难嘅召唤。路上嘅前日参啊，我就是开始各个去准备嚟用到嘅物品，像帐篷、水台、煮食嘅家伙、食嘅用嘅行行都係準備車窗。阿哥和大人機啊研究魔力手嘅吉他，老太帶上去，阿爸帶調兵，大家都上啲啊兩日七大병空。我老阿妹當江細舞，太太染嘅毛啊，風細嘅面肉，米黑嘅面膜，日紅都冇少帶。今日大早，我哋現地地的視察出發，路內嘅風景動靜，槍山綠水，釣魚花香，本人心情日發鬆鬆。辦周邊呢，我哋就到路上睇咧。阿爸指揮大家的下片嘅空鐵責任，經過點個鐘嘅七手八腳，總算搭好兩隻帳篷。阿妹的樹下嘅路檔注意大鑊泡麵，啲背有肉有卵有青菜，還有各式各樣嘅人呢，但強看到皮多是見了口水咧。而家因啲郊外嘅鐵餐是到肚噗噗，我命人都是變得舒心哈，涼風強強嘅吹來，唔到底是水體咧。老太放到一隻叫妹草盡愛嘅皮孔，我是學生，佢就找到妹下時，啲發發嘅草片，我兩下又翻又電，歸心搞到無所抵達。看阿爸那等石桶老吊邊，我就又好節節地聽自己後背去到香順，緊緊跳落水庫度，漸能變亮嘅山香水，定熱復復嘅天氣，暗示條心涼。一直到日頭會落山咧，我就看見有半石桶嘅魚。繞繞擺擺轉到讓題，大家共下通宵準備暗餐。阿哥起火配肉，阿妹煮湯。我老太派完廚，阿爸打切菜。啲暗摸摸有點情嘅天地之間，我就坐啲火對順打掉時，同阿哥彈琴講天南地北，半風吹天通嘅火光，讓着啲大家帶領笑容嘅面臉，又溫暖又幸福，未係我最難忘嘅一擺回憶。用熱跳香嘅條杆，李少峰演奏，並兩日阿妹同我到老妹轉裝下群家鋪。一下車，家鋪看到我兩姊妹實實肯減來讓我到南吃吃，笑到最黑唔面。阿妹一個人走到屋檐下，幫起晒啲窗燈當磨練度，一節一節烏索索嘅東西，金皮金剛，很香嘅熱跳香味哦。熱跳又會有香味咯，我想唔解，該係乜嘅東西咯？阿妹應講，一係條杆，家婆那一紮窗條本來到老妹看，一窗條洗澡就變條杆咧。天內下兩隻竹籃裝黏黏家婆種嘅窗條，一條一條窗藍藍又青溜溜嘅，青色嘅條用會變到硬翹翹又烏卡卡嘅。老妹目瞪瞪看定少年該條窗條，細細聲講，你來去做下變技術了。阿妹送手看起兩隻竹籃台上獻來到老妹天定幾行，阿妹到窗條細牆，條尾切貼並落水泡泡滾嘅大鑊馬肚，再個圍掉染落去濕，要掉下網下老嘅窗條先托起來，然後用細鑊條煮，差唔多煮5-6分鐘，窗條變整槍就撩起來，並落磨練肚，拿到鍋湯嘅熱條下洗。家婆講洗要3日等造水變條杆，再個剪一節一節並落油脂台，冷凍保存半年未唔會壞。該條濕熟並冷嘅老窗條，阿妹獻來到老妹天手白條人並落溫度，和交代兩姊妹做唔得跳食。我做乜嘅喏？老妹跳我門，等下你就啲，
阿妹紧讲见到家婆大眼睛，三顿阿妹拿出针线，赶快两姊妹捞一粒一粒嘅头巾穿起来，先两条脱好势，两条冲冲将将嘅头巾拍连就做好咧。原来俩系阿妹生日时节最后要嘅出数，好事又好搞。老妹赶紧挂定嘅头巾拍连唔盘得雪，红毛贴地推动牛师傅发行路。家婆看到最叔叔打着嘅面皮，狂係歡喜嘅笑容。點阿妹，家婆最睇鑊條乾排骨妹，希望錢和白兩隻馬鳥卵切細地咬落去高高嘅。聽白色嘅妹脾氣嚟很凶啊！平常時最唔過嘅老妹，日灣條乾妹是強強，愛連副3萬和唔過年，是都用一條凶嘅條乾，把夢都會跳笑。做個站上去年前建議到阿啲故事老散法，我就錄紙本去看。也係貴族，也係烏入族、馬族、苗族、佞族。阿啲古先鋒問講，阿爸你做乜嘅人是按多族嘅呢？係啊，因為呢行人大啲散當，老族嘅關係當密切，族嘅日身都有太用處，做得那類希望，種地屋順做得地風，種咩做得做立馬本機，火從米羅莫論。族孫做得是族入族學做得讀種啊，族入做得做騎車草結，春嘅族條族節不是少火，火灰拿來做配，根本就係當官部嘅材料。若不感染對面散派嘅太水教孫，又是鋪當高太嘅馬族，我背兩件又是太偏嘅貴族鏈。阿妹上半意思為營養貴族學，見馬族入是想洗澡準備來讀種啊，佢當官用貴族學讀米種。用馬族入讀班種到門種，最重要嘅時節，族入族學嘅香味連同種香天然水染衝到貴族下，這係新冠度最難忘嘅美事。行人對族孫嘅利用當出名，時溫時潮就有家行到族孫有關嘅料理，像蒲公肉溫配湯也掉，另外還做得炒肉溫筍角。其中嘅最好食嘅係阿妹滷嘅馬竹筍，斜斜又鹹鹹當茶盤，一盤做得推介加碗盤。條擺稍微像貴種都係做立馬嘅，做工當肉命，糖講年產量貴10萬檔，小路一發賣到全上去。嘅糧食，家家屋面前派連長站轉來嘅族嘅，屋度睇人寫字當3萬做立馬，新年人踏出探業。貴界路烏馬站大概人鬧熱漸，不過天然時代變化，工業化嘅產品大量生產，便宜有內容，傳統嘅東西就冇人愛咧。做個對成人來講，很有特別嘅意義，那係反差唔同人講，做小兒就卡出來，冇事怪，冇事話條條都沒下事。條擺嘅成人呢，哪一個冇試過做順炒肉絲？一打落去，飲水是一籠，很唔甘，木汁天然飆出來。不過過來2-3年唔記得痛，又開始攀起龍人咧，該是個聲音呢，冇乜嘅東西好搞。太自然是記得有油料嘅天體，報紙雜嘅是收台嘅，貴族記者是Q棍，攀一條就開始度天度高熱 Q， 對下就搞到團舞，一下太發三進，一下太發風不娘。微網實天福等都會顯體氣，大概搞到大汗拍小汗，就算奶滾，咩到按摩洗手台人欠轉嚟將落屋。不過，功課係忙寫嘅，屁事係強很掉，準備是足少了。我讓你地方氣候年下天氣凍冷，我掉就開門而行落Q公屋卡，Q公就順沙看望出，對另一條講，我讓佢採染一隻插個門，不為利，
嗰條橋實在很強，唔知對哪兩落去，讓我嘅拍出具體之相，傲慢為高。既然我很忙講說，我就收到命令，去到舅公停手。我將對家婆屋下行下出，經過屋面前，阿舅啲屋都看到，小到太馬上講，希望呢就講阿舅公嘅電呢，冇我嘅暗號錯，大家未知係60歲嘅舅公錯唔係11歲嘅我。雖然嘅擦個門飛飛落落咧，舅公落去敲掌角黑，固定好耐。我行前以上嘅停手來，舅公講，該咩都處處，應該手搖搖行下開掉，係本佢空到是冇解釋的。雖然我落去蘋果，比佢行下台，橋咧，佢肯係最愛係細細嘅人，佢用人線嘅餐落得嘅威力。我家家行前以上嘅停手長年，佢又講，戇姑，你唔曉得啦。看就好咧，風正經當冷，我老風對看。轉身老太屋嘅毛拉起來，安樣就冇本佢轉落兩個地圖咧，看舅公做事，聽佢洗鋪，佢係前進一步，我就先退後一步。風未欺負舅公唔到，平常時講話從用女公用嘅舅公，不為呢個時節，當有耐心，未做到當有功，天天的孫，天天的補。該早開嘅掛天，啲為啲年餐都hết打結，未本佢天天的解開來，老平常時講話兩管嘅容啊，全冇用容，就按用兩沙，我退後一步，佢進前一步，我退後一步，佢又進前一步，佢話進插個門，不為啲唐風講話，hem你來老舅公停手，你啥佢啲孫頭佢咁講哦，人人就當到下面連嘅阿妹來監督嘅上嚟，我老舅公地風，舅公冇做唔好，今日還看唔到咧。唔過該時節舅公少年講，有哦，有人加一點風。學種菜要俾啲研究，也只學期，學校安排時間會教種菜體驗活動。我介辦了5年生嘅學生強下參加，雖然一開始有啲驚一個對農作物嘅知識唔大，但係經過先生嘅耐心解說，老同手做，幫我學到程度。我哋最先進行嘅係發菜種嘅石頭，直到先生教我哋用辦新鮮適合嘅菜園。老菜園潤潤的為地用苗盤地圖，再個強的鋪一層奶的蛋糕長啉水。這隻過程看起來從運動簡單容，不過有耐心老細心這樣做的，因為大隻菜園都當4隻，所以先生講一忽而變3隻。不過我哋嘅樹長太咧，也唔多好，是變到太多，實在冇咁簡單。我哋下場地20到其他種嘅菜是冇人改哦。下來愛學習嘅係毒蟲，也係我最少嘅。先生示範用辦用天然嘅方式來防止害蟲，唔係直接用化學農藥哦。我哋學會做天然嘅除蟲水，一種水係用辣椒而撈一條植物精油及強下做嘅，未做得用洗衫粉就係茶酒。也當可學到，原來生活中有前度天然嘅殺蟲劑。自家做嘅除蟲水唔單將對環境好，也做得保護農作物。半夜下就躺到來天嘅幫管嘅上，係時乾灰嘅先生嘅大天咧。哇！按太嘅上，一群成人嘅佢哋順頭看，早看到最白白，冇嘅叫記到就老天大好咧。下來而做菜香，雖然先生有準備數台嘅本來調用，不過冇因為大，沙都直接用手去明天來。我想起阿婆講嘅，成日而搞奶長會太，
有人别到冲田微微滚欣赏讲，冲田有乜嘅好讲，有冲田嘅天奶靠送，才会上到喊下讲。菜想做好就为了种菜咧，大家七手八脚总算拿菜种好咧。日日爱啉水捉葱，喊来落配，当然有冇穷人嘅跳路嚟做。爆妹来到最有成就感嘅时节采收，经过一段时间嘅细心细致照顾，我哋总算做得舒心咧。这下次次嘅抢菜，感受到自家嘅3万有辛苦咧。曾经到线上讲嘅穷人，也都菜爱成本充了食。从而是春嘅酱有好本人说，虽然讲了道菜唔系当酱，但系摩托有機也系愛 TQ 愛反見，未到土地強中強好嘅最好一面。也都次次嘅菜食材又甜又好食，還本愛對港中人嘅艱苦又很合多嘅認識。我唔會再個解釋咧，也都這嘅菜係冇農藥菜嘅代表。拍人众明星演奏天時人咧，雖然日條當蒼眼，不過身體還係感受唔到幾個熱情。也是這人人看到拍拍嘅人對農場順條衝電出，想愛向改變行過去，做唔得顯怪哦。阿婆睇馬古上險，水滾咧向每天人拍人寫到愛願唔hết，卡起手想會打開農場改嘅世界，就會聽到阿婆提醒講，時間還蠻多。一切對做唔得打開來哦，我是做得啲順條，偏偏拍人帶出來嘅香味公園。從細我就學啲阿婆嘅師傅每天然，好聽佢去簽隔壁拎茶打嘴鼓，未好聽佢去菜人啉水摘菜，又未好聽佢哋做下摸hand出餐，看佢像做技術樣，變出各項客家美食。當呢10盤時間係我最幸福嘅時間。我很細時節最期待過年，因為過年前阿婆聽說會煮我最好食嘅鹹甜飯，也係我人生最深嘅阿婆派美食。年30前2日，佢會先去米店燙米，轉屋下之後，老米洗槍就開始蒸米。阿婆講，本拍拍嘅米啲咧洗先啊，天公呢就會讓你強壯肉尊尊。哦，我接接就去看米嘅變化，直到大擺看起來都強壯，又唔係悶。阿婆，米食按叫先了咧，樣板全冇變化喏。阿婆少年講，好水木咧，天公已經就啲咧。天晚講，我就聽見阿婆紅窗，只去看米，戳一下鏡。哇，佢都真經變態咧呢！我讓阿婆帶點坑人嘅米去愛，我估啲順條看點米，本人送落機去，接點就天天地流出白色色嘅板醬。我讓阿婆聽手開板醬轉去。三點到板醬用板台裝電，個用石條側電。阿婆讓我講，本期日啲時間出水，一下安尼先到去做鹹甜飯嘅靈魂配條。阿婆肯落做下，兩下班都皮到風衝跳到右邊選好朋友嘅美食，再個並落切好嘅豬肉香菇，是隻好朋友強下搞料，鹹甜飯嘅靈魂配條就別好咧。也是隻幾間屋都香撲撲的。最尾到佢哋並落農場度開始吹，水滾看到拍人衝電出皮到香蔥條嘅香味，我當歡喜，想會顯開改了。阿姐，你去啲咧做乜嘅？落來行過來，啊，有香蔥條美食嘅拍人，本來想起阿婆咧，未本來心肝條老貴心都少暖起來。老落來行轉屋卡嘅時，我對人佢講，你過年前來做咗阿婆美食嘅鹹甜飯好麼？姜椒李雪玲演奏，其實地圖阿爸當好是姜椒。近排看佢對罕見的拿出汪黏黏，又有啲咧發店嘅姜椒世界，我哋是偶爾是為之遷徙，等等阿爸本本下來，那啲少年香噴噴嘅姜椒係阿爸極都唔記得嘅。雖然伊沙半到半條天，還係聽到耐唔得，大家成日咧都笑眯眯啊。
伫个无人答嘅年代，那系有发店嘅宗教好事，但墙皮度香味，香水是特特啲。莫讲上家下福嘅时偶尔从天亮容，但看会有水儿跌出来么？系那度航路都会有风，真是风声傻皮六天哦。宗教好事是好事。阿婆人来到讲，生意咧做唔得实体多，因为宗教下人大实体多为都系统。古婆真人讲，专家讲宗教有丰富嘅怪，绕平嘅人未做唔得是超过，虽然人容好，不过派唔出真下麻烦呢。阿公讲，唔怕乜嘅都是得，莫谈事就好。为创好嘅人，宗教是咧偶许向下抬挑。阿公讲实喊哈哈抬笑，真紧呢，乜嘅都莫名暗冲绕，失落到嘅东西演唔出来，消失。阿公讲，特别种宗教做得休息屋，罗伦体系，是宗教屋，中任到宗教内嘅散符，是病死嘅人慢介路都系，是个子白薯条。任水4年，我哋会感谢嘅两时种宗教嘅人，传统到外飞，也宗教下少年种类，后生嘅今日跳使唔肯做，假使系拄到风采来受热人，乜嘅都冇睇咧，叫什么目的会吹心肝呢？台湾天气好，一年四季都有出产宗教，宗教最后是让新嘅时间长如香如甜，老太细细上门，宗教用为万万，阿爸命年老太嘅跳拿。如讲，宗教为万万，系因为你找嘅关系。日宗教如当到条七七穷下，你条魔法图全部都润润找到。四条嘅宗教为到成长，3万古对等你条热手，宗教就变成万万咧。人生就会安样，爱善法，爱善顺就会3万大病。天下冇拍摄嘅盘菜，爱很早就会有好事。范书林秋香连续当一病学嘅时节，阿爸为视察来将来两姊妹转福卡。佢讲来到都市要听说为当工挖起市场买到冷答，本来到准点心事。一下车，我人人就皮到香喷喷嘅眉头，口水擦死咧就嗒嗒啲咧。阿爸，佢眉头暗香，做得买本来到什么？我要唔系讲，好啊，佢陪范书啦。阿爸讲。我老阿姐实实去买，阿爸没顺啥买一些上饭书，讲为煮饭书汤本来的事，转到屋卡，阿姐早就读唔掉，那起少少嘅饭书想会落在。阿爸讲，为咗几期先拿一本阿公阿婆书，冇想到阿婆才作惊一下讲，阿妹爱哟，冇爱，我冇爱，我想唔解出门。阿婆嘅饭书陪到香香，样样当好落在，又冇爱信哦。阿婆就讲佢新世嘅世界，屋下苦到冇墙米盘好事，睇影将日屋睇成我读书，主盘世界直到饭书擦签，并落实写的旁米面当，天盘嘅世界长草草儿，所以一碗盘就难请到纪念米，年读年，从头都是饭书是都讲，多两下见堂到饭书就心很淡准。哦，原来，但系阿爸老爱都有讲过，饭书系当有应用嘅食物。做得帮助消化对胃肠未当好，所以呢下嘅人为到身体康健，就提倡多食饭书来保健。冇想到挑白穷苦人食嘅饭书，也下变成婚姻安乐到为起，命上条香港上得台面嘅食物。听日阿妹老几条上饭书都见煮饭书汤，该甜甜软软嘅饭书片，食到最多，甜到心肝度，连神马都会吞落去。因為病學轉到屋下，發現病地別國嘅番薯實生牙咧，看佢人日人日見生見果見大見創，我遲到奇妙就問阿婆番薯冇淡奶，又會生到安醬咯。阿婆少年講，
就像呢兩姊妹讓按好休，一三木就按台哩，大本屋卡先嘅希望落歡樂。我想阿婆咪係希望喺條從番薯蓉日生日過，帶啲夢想去行出自家嘅人生。